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民进党立委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检调，被抓去问话。林岱华对外话讲，政治干涉司法，司法干涉着初选。家人的路边店连顶逼出这蚵仔鸡仔饼，有民众家开内面有一只胶纸，连顶讲是这委托工厂制作的，目前卫生局也要查。歌手周嘉文进前和一个新加坡歌迷烧了6台邦桥，下面996，警方也依照军事法，把这歌迷移送法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民进党立委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检调，也介伊去超伊的这立法院的办公室，甚至是地方的服务处。也那这林岱华呢是去互检调带走，被入到这调查局南基站的时阵，伊是雄雄大声话讲，政治干涉司法，司法干涉初选，可能是伫烦恼讲这市长党内初选会受到影响。另外，今年表出讲，伊有含这公庙交结。甲这厂商讨钱，下晡这公票的主持也互带去问话。一到法务部调查局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立委林岱华提被抓，想要闪过调查人员，一直对话大声话冤枉。因为20早起检调分几路，搜索林岱华立法院办公室，也个高雄金武大寮等地方服务处。林务服务处亲像有检察官带队搜索，拄好拄到选民服务，只好请民众较晚才来。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用检举，规方地检署指挥侦办。林岱华服务处回应，委员任期内修法相关费用，拢要求合法合规，尊重司法调查，希望限伊清白。也毋过，伊亲像也加入另外一个案，涉嫌甲寺庙交易向厂商提不落机关，下到寺庙主持，也互检调人员带走。规方地检署表示，专案就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案进行调查，传唤几名被告甲证人。本署侦办团队将持续搜集相关事证，并勿枉勿纵，绝无任何政治考量。检方同时强调，调查绝对无政治考量，主要因为林岱华有意参选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轻走基层，真侪活动场合拢会当看到伊，目前占据民调第一，敢是安尼影响选情，有待观察。这个我想尊重司法了哈对于具体的这个个案，我们也希望说检方勿枉勿纵尽速厘清真相。我还是觉得已经基本上进入了司法的程序，这是属于民进党的家内事情，我们就不多做评论。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林岱华区议员，考题嘅罗水良5个人有意竞选，林岱华涉及贪污案，区议员罗水良选择唔回应。考题继续访时，也无被讲选举，就连和民进党化作对手的国民党立委郭志温也讲话有保留，都惊敏感时刻加讲加唔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位是这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义军牵涉到诈领助理费案件，落尾是100万交保。士林地检署提出控告，高等法院裁定撤销发回。这士林地方法院下晡开羁押庭，开庭是无到1点钟的时间，陈义军被裁定羁押禁见。针对着这立委议员一直逼出着这诈领助理费的情形，有学者是认为讲是法规无够严，这互这的人找人头助理来踢。啊，那这公督平时认为讲，就爱修法来绑定政治现金法，有机会来减少诈领助理费的情形。讲到要好，话话爱外界相信伊的清白。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义军涉诈助理费，正方以100万交保，但是士林地检署控告，讲伊裁定撤销发回。士林地院20点开羁押庭，陈义军下晡出现，双手合十的画冤枉。我相信认识我陈义军的人都知道我不是这样子的人，谢谢。不过开庭开幕1点钟，陈义军就被裁定声押禁见。最近几年，立委和县市议员一直传出涉诈助理费，民进党立委林岱华20号检调敲吹。新
德市长高虹安做立委的时阵，涉诈46万；前国民党立委李庆华涉诈532万外；国民党立委江宽雄是涉诈108万。在县市议员的部分，基隆市地灵涉诈助理费518万，一审红判10年6个月；张炳君涉诈助理费119万；新党的彭怀忠涉诈333万；台北市的东中间诈领5万外入去坐监。另外，还有林永明是涉诈26万外，一审判3年8个月。现在呢，没有资格的问题，他只要是说的比较简单一点说，只要能够呼吸就可以当助理，所以就变成啊，他要来这个挂羊头卖狗肉这种情况啊。会发生就在这里。学者认为讲，地方民意代表费用的支给和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是无够严谨，这造成议员用挂名的人头在诈领助理费，应该透过内政部和行政院修法加严。另外，公道明是建议甲政治献金法修法放宽。对于个人的捐献呢，只有在选举前后。可是我们要知道，政治事业不是只有选举啊，你选举完当选啊，你还有服务处啊等等这方面的经营。那你就算落选，那可能还准备下一届继续再参选。我们现在每个月其实议员针对助理费的部分也都自己要签名啊，对啊，所以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法制化的宣导之后，将来应该可以减少这些状况的再发生。针对过去有真侪议员是摕家己的钱来付助理的薪水，立法院去年嘛删除通过提关地下市议员助理的补助费，对24万增加到32万，县市议员对8万增加到16万，嘛甲会当请的人数的上限抬掉，修正做地下市议员至少6个人，县市议员至少2个人，台北市议会是透过议会来控制度，来避免诈领助理费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这公办的果子袂甜，供求的结果是袂圆。讲到这军种塑料防治法施行到今已经是2年多了，受理超过7700件，其中支持者一直去甲人塑料，拢有可能会违法的。进前歌手曾雅文和一个新加坡的瓜白塑料，一直传讯息甲伊塑料个威胁。那这前几工呢，伫咧邦桥车头甲伊对调，甚至是 QQ 6，警方也接到通报了后，依照着这军事法定罪嫌，甲这个瓜白移送法办。你现在不让我进去是不是？你先解封，我就给你进去。半路风砸落来，伊赶紧录影自保，两个人都是金曲歌后周嘉文。你为什么知道我在这嘛？你不是住板桥？所以呢，板桥这么大。香港的女歌迷出现，为新加坡来，也毋过歌迷愈发近周嘉文入境。你现在还要碰我东西？你现在什么意思？讲袂过人，就动手抢行李，带人的手机周嘉文的指甲更加予伊无长。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刑法强制毁损现行犯及跟小法逮捕嫌疑人。瓜尾方控诉金钟塑料伫10早起8点外，警方调查30多岁姓刘女子伫邦桥车站高铁加票口头前，甲周嘉文发生冲突，要求解除封锁、谈和解，若无绝对无放弃。涉案的瓜白过去，就把假批塑料个威胁，即摆搁加亲自来找伊。经纪人以文字回应，周嘉文由案处伫行刑甲报案，保证交予法律继续处理。也毋过，即款的对性行为引起艺人的行刑，其实有可能去达到法律的红线。像专案就以金钟塑料防治法定罪嫌来侦办。过度的迷恋，一直表示很喜欢他，不停的一直传，那个第一个频率跟内容其实就是一个重点。譬如希望他跟他更靠近，或者是说会希望这个对他是特别的待遇，那就会可能构成跟踪骚扰。触发金属法4大要件，对特定人一直也是继续有性甲性别有关的行为，互被害人心理会惊。法规上路到今2年外，受理超过7700件。现代妇女基金会分析，被将的过度迷恋、过度追求，无分实体虚拟，拢有违法记录。香港的被将表示爱慕唔通越界，用唔对的方式对性，若是爱到困扰，也会互家己面临检警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伫咧台北，伊就要甲这结果抛上网络，讲伫咧超商呢买一支这家人认定高饼店授权的蚵仔鸡仔饼，加开说看到一只家蛇，业者表示讲，这个鸡仔饼是委托工厂生产的，强调会负责任，也先预防性入价。基隆市的卫生局也表示讲，已经主动和业者理清路，也邀请制造商所在地卫生局进行查办。有民众顶日伫网络顶抛文，
讲伊伫咧超商买一支家人连订糕饼的蚵仔甲鸡仔冰，原底想要食一个透心凉，想要到一个加热煞夹着加抓，伊是惊甲毋敢搁食。超完整的，他是不是？当年大家拢会烦恼啊，什么人要拄着这种，食来找急诊室，咱就惨了啊。再大的店，有时候它的原料混合什么的，你也不晓得它哪一个环节会出错误啊。记者实际去这间家人的100年老店，连订糕饼。业者讲，这个系列的鸡仔饼是透过品牌授权委托工厂生产的，并不是由业者生产的。业者向消费者甲社会大众回示的，嘛强调会积极来负责。也那家人卫生局嘛主动联络业者来厘清。经过查证，这项产品负责的厂商是伫台北，制造商伫台中，会依请相关单位查办。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品质啦，或者是在这个包装啊、贩售啊等等这方面就是要经过我们的一个同意。那如果有出任何的问题，他们要负全权的责任。依据食安法如果食品里面有异物，然后或是可能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依据这个食安法那可以处6万到最高2亿的罚款。联订授权代理商一家公司发声明表示，已经几啊届甲这个消费者联络，不过伫出国进前拢还未得到对方的回应。目前通路咧卖的产品已经有预防性落市，检查同一个批号的产品拢无发现各样，因为还未摕到人客投诉的迄支鸡仔冰，所以无法度判断品质甲各样的原因。针对产品生产的过程甲厂区的环境，稍来会搁较严密来管控，莫搁互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土城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向法警讲伊倒伫涂骹送病院急救了后，医护人员发现讲这囡仔规身躯伤，而且是昏迷不醒。警方和社会局接到通报了后呢，才发现讲这个囡仔呢是和爸母留踮厝内面，这爸母干那泡一罐牛奶，互伊就出门去啊。警方是认定讲这爸母有家庭暴力嫌疑，也该移送地检署侦办。是9点外，社区的大门是规个拍开，救护人员送软桥赶到遮，无偌久，一个查甫一个查某撞落来，头前的查某人搁抱一个囡仔。新北市土城一个社区有一个2岁的查甫囡仔，因为司机无力紧急送病院，不过代志的状况并无单纯。有没有打小孩啊？小孩的伤势是怎么来的？过2天的时间，查甫囡仔的爸母互警方侦讯。原来代志发生伫18暗时，查甫囡仔的爸爸下班回来厝，发现讲这查甫囡仔一个人倒伫个眠床边的涂骹顶悬。送病院急救了后，医护人员所发现讲，这查甫囡仔毋但是昏迷，身躯顶阁有真侪身躯伤痕，甚至司机阁有疑似昏腾过的形，较紧通报警方调查。隔壁栋，时常3更半夜有听到小孩子被。不知道是不是被打，就是哭闹声啊。应该正常啊，都有上下班吧，还进出嘛。没有，他们经过小孩子都很乖啊。根据调查，这查甫囡仔本来是互外公和舅公等人甲照顾，14才互爸母接回去，但2个人说定甲查甫囡仔一个人留伫厝内，而且逐工干那互伊一罐牛奶，无别项物件，而且2个人对查甫囡仔受伤的讲法是一直变，拄开始讲是对眠床顶摔落来，互问问咧，佫讲是伫咧外公引导的时阵，互4大人拍，摔落来佫改口，讲是照顾囝的时阵情绪失控。昨天晚上已经进行儿少的紧急安置。后续将会提出独立告诉，以维护儿少的权益。这个涉案的妈妈是新北市一间国小的代理教师。新北市教育局讲，因案接受调查，学校已经甲停职。警方调查，这查甫囡仔的爸母根本就无在照顾囡仔，毋是第一摆。目前认定爸母2个人涉同嫌，接二少法、家暴风治法和刑法伤害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中的新光三越百货公司，这复杂案件到当时发生几落工咯。台中市政府已经收到14间专柜厂商所提出来的资遣通报，有28人要放资遣。那劳工局呢，在今仔日也举办劳动权益说明会，现场是有上百位厂商和专柜员工要来了解情形。那市政府是强调讲，资方调动这员工必须要符合劳基法。那这资遣是最后的抢单。那阵呢无下规定，就会甲这资方退件。现场的人是踢田。台中市劳工局20针对新光三越爆炸案件受到影响的劳工，举办劳动权益甲资源说明会，当中有100多个合作的厂商甲专柜的员工来现场。有一个姓谢的专柜小姐讲，停业了后，若是接受调去别间店，就是爱去新竹也是台南，是真大的困扰。大部分的人休困伫厝里听候通知，甲人领底薪要维持生活嘛真艰苦。
困难点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其他的柜点，可能就是要往新竹或台南，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困扰。我们是算业绩，对。所以如果现在休假在家，就只能领底薪这样吗？目前是这样。台中市劳工局清查资料，台中新光3月有833间专柜的厂商。到19为止，已经收到14间厂商申请资遣通报28个人，其中有4间拢总8个员工是契约到期，另外1间有1个员工是因为考核无通过，其他19个启用资遣的劳工，敢是受到这个复杂案件影响，要来调查。市府强调讲，资方调动员工爱符合劳基法内底5个原则，资遣是上尾的手段，只要无下规定，就会退件。有可能是因为暂时受到这个气爆事件影响，要暂停工作而之前的。如果他的之前是不符合的，我们也会推荐。所有的合作的同仁都能够短期的一个所谓的安置，比较妥善的一个计划。我想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心声，大家希望尽可能留在台中这边有一个安全的工作，是吧？这块其实还是我们工作沟通的一个所谓的请大家帮忙的一个重点。业者强调讲，新光3月家己请的员工有303个人，目前是提供有薪假，也若专柜厂商员工的权益，会协调合作谈判，提出短期安置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消息，这高雄乡亲要特别注意哦。今麦有13个行政区对21暗时的11点开始要停水55点钟。就算这水公司有伫咧网络顶头公告，要送通知单，也是有真侪民众无收到通知。另外，这停水期间，一个里只有一个灌水站尔，范围若准较大的里也烦恼讲会无水通用，已经有里长家己开钱买水塔要来欠水啊。提家己因的通知单到社区，林长一家一户拢问，提醒里民爱会记哩欠水。这点无呢？啊，这咱的大楼，今仔就是要停水。大楼电梯内也拢打通知，一个水公司为着要换关水管线罪刑法，经济公告高雄包括小港、凤山等13个行政区，21半暝啊11点起，全区也是部分里大停水55点钟，也毋过20又有部分的民众无收到通知，是就忙才知影要停水。你在网络上公告，可能有一些长辈，他们不善用那个网络的状况哈，可能会比较不知道有停水停那么久的情形啊。工作人员将加水桶送到临时加水站点安装，水公司准备设150个加水站，因过只有2个里有2个加水站，其他的里上侪1个。停水拄到拜六，佮超过2日时间，烦恼水无够，有里长家己摕钱来买水塔，清理了后准备互里民来供水。当时甲停水，互民众感觉无方便。虽然经过高市府甲水公司几啊摆协调，已经有部分里改造降压供水，也是缩短停水时间。也毋过也互不少里长收到新的不满。大家都在讲说，那为什么他们几个里就可以这个协调之后，就变成停10几个小时，那其他的就变成还是照原来的50几个小时。大停水有计会影响至少48万户。面对民怨，水公司表示，停水期间，在水管网系统依然有少量水会当使用。那加水站无够使用，会启动增设，也是增加水车送水来应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屏东，这屏东市的殡葬所最近因为年节啊伫咧休困，搁再等着季节交替，过往的人变较济。那这礼仪厅无够用，也着爱临时搭铺棚来应付，连这火葬场要使用，也爱排队排到后久过去啊。对这边看过去，所有灵堂拢是满的，另外一边同款嘛是甜的。屏东市殡葬所的火葬场自过年开工了后，就出现塞车的状况。即卖排队准备火化往生者已经排到3月初。附近4个私人殡葬业者佮加上公家，总共有111个灵堂，因为实在是无够用啊！现在连临时的灵堂拢有人注文。现在目前灵堂的状况是有无够的状况安尼，都是可能就是。刚好告别式出完的时候，后面就有人直接递补进去了，或者是也是讲暗时来伊要下啊，结果无灵堂，伊拢要等到告别式出了的时阵，伊才会当下入去。好日子大家都要用，那不好的日子当然一定也会有火化，只是看要不要用这件事。有业者表示，可能因为过年休困，佮加上天气变化，向往生的比例变悬。殡葬所是表示，伊用过年前后火化数量拢会增加，今年甲往年比起来，确实加差不多10%。不过小的路啊，干那5口，有需要时一天上济火化24区大体，尤其爱考虑路啊是毋是会坎哩，亲像即摆都有一口歹去。如果要顾机械，
所以增加我会增加一件两件，若超过我今仔期下的补偿，人员我就是要求人员加班安尼应用。正经无法度加的时阵，两种办法，一种就是请家属另外看日子，一种就是讲无为南为北迄个废话场要安排看卖啊。殡葬所表示，滨东市有6成往生者会送来遮，4成伫厝办，种种因素接做伙，才会有塞车排队的现象。现在已经到消透啊，3月份应该就会当恢复正常。记者柯家族柯昭阳滨东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川普上任满1个月啊，19伊伫咧投资峰会顶头呢，讲美国后个月甚至会搁较早就来针对着这轿车、半导体晶片、木材、含药啊等等呢，宣布要加扣关税，可能会扣25%以上。川普也搁再批评前总统拜登，若讲互伊搁再来做总统呢，就会发生第3届世界大战。这条伫美国迈阿密针对全球商界领袖发表的演说，川普搁一个强调讲，伊是全球安全的定海神针。There's no profit for anyone in having World War III, and you're not so far away from it. I'll tell you right now, you're not so far away. If we would have had this administration for another year, you would have been in World War III, and now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川普捌几啊届批评前总统拜登，讲伊是美国通货膨胀甲全球乱局的凶手。甚至佫讲到拍选战的时阵，伊拄着庆祝的代志。I wouldn't have run if I thought Biden was doing a good job. If I thought they were, I wouldn't have run because, as I said, it was very dangerous to run in a lot of ways. In fact, my ear will show that when you look at it closely. My ear, I have that throbbing feeling every once in a while. 川普等来白宫短短1个月，已经针对加拿大、墨西哥甲中国加扣关税，也佫针对进口钢铁甲阿鲁米。也有对盟友甲非盟友的对等关税，不过有关关税代志还未结束。川普宣布续落来，会阁针对汽车、半导体晶片、药品甲木材等等进口的商品加扣关税。上紧会伫3月份或者是3月份进前宣布，这个税率可能会加25%以上。A lot of people are calling. A lot of car companies are calling. They called me. 3 of them, 3 of the majors. They called and they said, "We're looking all over the place. We want to be there." 有风声讲特斯拉要去印度设厂，川普对这件代志是无啥认同，不过也是公开肯定马斯克甲政府的效率部的贡献，俄罗马斯克的智商有影是真悬。There's even under consideration a new concept where we give 20% of the Doge savings to American citizens and 20% goes to paying down debt because the numbers are incredible, Elon. So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billions, hundreds of billions. And 面对全球商业的领袖，川普家己曝光，伊上任4礼拜达成的成就，比大部分的政府用4年的時間還佫較濟。而且伊還佫現場預告，未來若是去美國設廠，還佫有採購對美國有利產品的公司，會大幅度減稅。I'll be working with the Republican Congress to pass the largest tax cuts in American history. 這場企業峰會結束。川普搭空軍1號，要為邁阿密登去華府的路程。記者佫一解問到有關中國的問題，川普對外也是講，伊甲習近平的關係真好，未來有可能甲中國達成新的協議，包括甲 TikTok 買起來人。不過在談話過程當中，攏無講到伊甲習近平當時才有可能會直接來對話。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譯。讲到这俄烏戰爭到當時也未收煞，即馬美國總統川普卻是對外表示講，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是一個無經過選舉的獨裁者。佢講伊予美國開3500億的美金去拼一場溫書的戰爭。這言論呢，這美國參議院的領袖杜汶就表示，這攏是川普伊個人的想法。也那這後面是強調講會擴大對羅西亞的制裁。A dictator without elections. Zelensky better move fast, or he's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left. Got to move fast. 川普19喺非洲邁阿密參加一場沙烏地阿拉伯舉辦的投資局峰會，甲伊喺因的社群平台以文字發表的這個言論，完全無保留公開講出來。川普講，澤倫斯基是成功的喜劇演員，予美國開3500億的美金，用喺一場拍袂贏的戰爭。
又佮讲，地伦书记的民调支持率增加，敢若有4%。以上搞的都是甲前总统拜登放伫手底咧变人。美国甲罗西亚的外交团队伫沙烏地首都里雅德举行的罗西亚乌克兰停战会谈结束了后，面对侪对乌克兰发展不利的事项，特别是川普一再对外中和克里姆林宫战争的观点，地伦书记表示，川普是活伫罗西亚假信息的环境内底，又佮讲美国替普丁脱离侪年来的孤立，所以就引起川普是独裁者的讲法。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杜温，迄天伫国会记者甲问，伊讲迄是川普个人的看法。Well, I like I said,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What I want to see is a peaceful result, a peaceful outcome. 罗西亚的国营电视台 Russia 二四每一天密切关注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上新的进展，而且甲下底华府的派员连线说明详细的内容。Сейчас позиции Москвы и Вашингтон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выглядят даже ближе, чем взгляды США и Европы. 欧洲各国领袖是对川普的言论表达无同款的立场。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伊认为这是喊呱呱。英国首相史凯尼明确表示对地伦书记的支持，也拿欧盟的回应是会扩大对罗西亚的制裁。从开战以来，每一届拢是穿青色的军装出现。不过，从美国这边提出放弃领土、放弃加入北约的条件的讲法了后，地伦书记就敢若穿乌衫。昨个暗时也表示，伊会甲美国、罗西亚、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见面。伊讲，这届见面是真重要，讲甲美国的工作大部分拢是有建设性的，强调甲欧美做伙，和平会更加可靠。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赶快来看这美国新闻，讲到这美国纽约市长阿当斯涉嫌贪污罪。不过，这司法部却是要求承办的检察官爱贴案，和外界质疑讲这阿当斯是用支持总统川的遣返移民政策来交换贴案，因其是为纽约副市长和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要用请示来当作控击。这美国法官也召开着听证会，要求说明这贴案的理由。不过，这阿当斯当庭就表示，佢无罪，而且这法官也无需做出判决。美国纽约市长亚当斯在到这大行出法院，都和抗议民众用大声讲，要求伊落台。亚当斯伫2024年9月受到联邦检察官起诉，涉嫌污洗、非法接受国外的竞选捐钱等5项罪名。将做美国史上头一名在任受到起诉纽约市长，也毋过亚当斯无认罪，嘛，搁做外界爱伊请示落台声音。美国司法部搁伫7日要求承办的检察官沙松提案，包括沙松甲另外5名检察官是陆续请示，抗议政治干预司法。A federal judge declined Wednesday to immediately dismiss the corruption charges against New York City Mayor Eric Adams, saying he wanted to carefully review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quote, unusual move to halt the prosecution. 因为亚当斯进前是配合总统川普政策遣返非法移民，和纽约市名副市长伫当地17集体辞职表达不满，和纽约市政是陷入混乱。纽约市议会议长嘛伫同一天呼吁亚当斯辞职落台，外界质疑民主党籍的亚当斯用支持总统川普政策方式来换贪腐的官司。立法官是要求亚当斯甲司法部出席19个听证会，说明要求提案的原因。During the 80-minute hearing, the judge pressed the acting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Emil Bove, on the government's rationale for dropping the case, namely that it was impeding Adams from aiding in President Trump's immigration crackdown, after the former top federal prosecutor in Manhattan alleged the two had struck a quid pro quo. Adams has emphatically denied that. 亚当斯伫听证会面顶宣誓，佮一摆强调无犯罪，嘛表示司法部无向伊做出任何承诺，嘛无威胁伊。立法官何代伫听证会并无做出任何决定。司法部嘛表示有可能伫11月纽约市长选举了后，会重新考虑提起诉讼。纽约州长霍克表示，19个听证会结束了后，会决定后壁行动。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州长有权利罢免包括市长甲警长在内的地方官员。纽约州的宪章嘛有正常性的规定，州长伫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向市长提出正式指控，和市长辩护机会。伫罢免程序进行的期间，州长可以当暂停市长的职务30天。公视新闻台是董炳玉。讲到这全台湾的大罢免，即马有传出着假人数，民进党立委柯志嘉早起去到台北地检署告罢免团。另外，民进党立委黄捷也表示，有民众反映讲伊家己的资料互摕去用，怀疑是国民党伫背后主导的。那这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关志温就讲，因的党部绝对无介入。
在律师陪同之下，民进党立委柯志杰20去台北地检署告发罢免团体涉嫌伪造文书、伪造印文书案罪，告诉法庭。柯志杰表示，接到民众陈情，明明无参加罢免，所收到罢免柯志杰的查询单发给和无名联署。以前在罢免黄捷的时候，也有类似就是国民党提供名册，所以当然我们也会怀疑是不是国民党有这个行为？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还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也不能随便下定论。另外，同款是高雄的民进党立委黄捷，家己罢免风波也接到民众反映，向假冒联署，怀疑是国民党将告知外泄。柯志恩出来说明是不是有主导，或者是提供了这一些名册来给罢免团体呢？黄捷应该尊重公民团体，一如民进党不断的强调尊重公民团体，国民党的市党部绝对没有介入这样的一个事件。全台大罢免撤销罢免国民党立委陈菊珍的国民团体，原本要伫选罢法使用具体的最后日子19送行，却因为离第一阶段底限，也就73分无都达标，宣告失败。民团强调，追求和平无代表爱斗强。这个陈玉珍的这些网军，在网络上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跟怒骂，这些都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压力。金门人真是有智慧，因为金门人唾弃政党恶斗的这一种风气。针对那边联署修法加严选罢法20正式生效，罢免无负身份证，命令5年以下刑责，也是100万罚金。民进党团去宪法法庭第3涉嫌申请书提出暂时处分。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站在宪法的对立面。蓝白终究要走入历史的风化炉，会化作一股青烟。1年前讲的话和现在讲的话都是一样。国检明基国会这款修法涉嫌结果为例，认为选罢法审查定数无正义，那顶摆违宪，这摆哪有无违宪的道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立法院第19甲这总预算案含在违法修正案送出来，民进党立委吴思也着批评南北，讲这一届点到2个财政核弹。国民党的立委也讲这就是统一三检的概念。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是有史以来头一届收到无名列总产度数的总预算，这期敢有合法甲合宪的？这在违法也无看到这事权分配内容明显有问题，会建议用这合法合宪的方式来做纠正。立法院19是小连续送出114年的总预算案，在违法修正案到行政院，但是行政院长杜英台认为讲，这第一摆收到无名列总态度数的总预算，在违法的修正无看到事权的分配嘛有问题，各项总预算是产生竞合，而且2案做伙送嘛有一个头前一个后壁成效的争议，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财政。针对这一项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将研议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确保国家能够持续的稳定向前推动。杜英台讲，调查协商无效果，行政院会依法来准备资料，未来向立委来说明是倒位是无法度执行的，而且伫上短时间内做必要的预算的补救，要求各部会拢爱配备较按例来准备。另外认为讲，即摆送出来的总预算审查报告，就敢若是无字的天书，汇出的部分无甲预算的台检数写好清楚，大多数拢是咧讲一寡无确定的概念，批评在野党一摆放2个财政核弹，但是哪位讲，拢台讲甲真清楚啊？欠缺精确的删减数，这样子的状况是前所未见。用这种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审查结果，就是要甩锅行政院。行政院自己去调节，行政院自己去试算。请问，你把行政院卖了，还要行政院自己替你数钞票？他硬要这样挑剔，我们也没有办法哦。统算的部分要砍937亿，其他的你自己砍，这个是讲得很清楚。他提复就提复一把，我们就否决吗？就这样子嘛，这个系统是要落幕吗？另外，行政院今日阁提复议，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阁在做相关的盘点和分析。另外，备战新会期25就要开议啊。杜英台嘛下令讲，施政总质询和质询的期间，部会首长除了陪总统接见，也是真正有重要公务请假，无拢爱亲身来参加立法院会，必须爱尊重国会。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即马，这中国华侨大学、中国凯南大学，也有北京华文学院，即马拢是由中国的通政部伫咧管理的。咱的教育部长陈英也就表示，全面禁止台湾的公私立大学和这3间的中国大学进行交流合作，也会发公文予高中职。若准有学校无要配合，就会甲因扣补助款。一年一届的大学校长会议开始进行，教育部长陈英耀特别受访，说明禁止台湾的大学和中国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交流合作。只要隶属统战部，我想它是属于特定目的的，这个它并不是我们一般的真正的我们所定义的一个学术取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学，所以我想我们来停止合作是必要的。陈英耀讲，那这2间学校对2018-2019年开始是通政部直接管理，北京华文学院嘛是同款。这3间学校都有甲教育无关系的特定目的，会请大学停止合作，卖法文提醒高中职。未来会修正大陆地区学历采认办法，若准讲修正了后也是要读，都袂采认。已经咧读的，袂过去追究，嘛会有救济停书。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概有。光这2所学校有2100位的台湾的年轻人在那边读书，我想这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从今天开始，我想在未来我们都不会承认总统赖清德今年特别到场，致辞时阵强调，希望各大专校院甲中国进行交流的时阵，要有风险意识，共同保护国家核心关键技术和科研成果，一起守护民主，以及维护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大学方面要安怎更加有风险意识？大学校长会议第2天特别邀请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说明两华关系，也有政府的两华政策。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讨论到这民法的修正案，放令这离婚条件，未来只要这翁仔某伫5年内呢，分居3年就会当使用这请求离婚。修法的这个修正案内面也有讲明到，这赡养费的请求时效呢是2年尔，若准这双人搁再嫁娶，都袂当继续摕钱啊。这几年来，台湾的离婚率直直增加。目前，若是要离婚，除了夫妻双方协议，也会使向法院申请裁判离婚。拜是行政院通过民法的修正草案，修正放宽未来若是婚姻关系5年内累积3年分居，双方拢会使提出离婚诉求。本次修正的效益呢，有3大效益：完善我国离婚制度，保障婚姻双方的权益，这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符合国际公约的规范。法务部表示，分期时间符合修正草案的规定，会使做离婚的事由，同时也是实施公平条款，来维持双方的公平性。也若律师是认为，虽然这是参考外国的做法，不过台湾的结婚定义和外国是无同的，这伫实务上可能不是一个放宽，颠倒会变做是一种限制。咱这样实务的看法是讲你只要无法度维持婚姻，再提出证据来，不管讲你是1年2年的分居，还是讲有啥其他的状况，拢会使法官来判断讲到底会使离婚，袂使离婚。你既然硬性来规定讲5年爱3年的话，反而互法官有一个限制，无法度讲真的有分居1年2年，其实确实真的无法度维持婚姻来做一个离婚的判断另外，这届修正的部分也修订赡养费的制度。原本若是属于无过世的人，而且生活经济有困难，对方拢爱付赡养费。未来收赡养费的人，若是再婚，对方就无需要给付赡养费。针对这部分，律师表示，实务上大部分赡养费拢是一届付清，这届增订再婚袂使各收赡养费，是符合维持婚姻关系公平性。修法草案刷到也会送入法院审议。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卫福部进前有加买10万吨的流感疫苗，今开始全台湾拢会当住，透早就民众去排队啊。另外，台北市呢有这药厂捐1000吨，适合65岁以上时代伫咧住的流感疫苗。这款需要要提醒讲，这高风险族群即摆有疫苗，就要赶紧去住。今天的流感疫苗号码牌拿完了。
在外长辈排柜排伫柜台等挂号满面的期待，因为疾管署紧急购买1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伫2月20正式开始做。透早就出现抢注的人，像讲台北市联合病院，早起100张号码牌，1点钟内就扫完啊，还佫未少人等无。他排不到，因为今天是只有100剂啊。觉得好像，我就觉得很紧张，我就觉得说应该要打啦。而过来已经额满了，所以会有候补的。他说你就等一等。有民众6点就开始走来排队，因为流感疫情还佫伫高峰。这届因为开始做的对象是在一类高风险的族群，邀请嘛特别捐赠1000剂含组织的流感疫苗，专门提供给65岁以上的长辈来做。主要是施打在65岁以上的长者。那因为佐剂疫苗它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的那个抗体数量更多，那持续力会更久。那因为长者的免疫力本来就比较差，那这个会对长者的那个抵抗流感的一个效果会更好。医师嘛提醒，即马自拄好会当赶到228廉价的尾班车，加一个保护力。全台湾同步开始做疫苗，各地卫生局心情拢变正红。台南市中西区卫生局同款出现真长的人阵，要长辈透早5点就到场。初步估计，10万剂疫苗要做的真济。我5点半就来了，讲得蛮严重，而且现在的病毒好像有变种，那我就想说就来打一下。今天开打嘛，那我们还要再了解一下目前各县市卫生局的一个接种的一个状况。不过我们已经确认，我们配付给各县市卫生局的一个疫苗都有配送到。疾管署嘛提醒，高风险族群一定要量早做。另外，今年10月要新一波流感疫苗，让防疫未中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遮侪民众会骑 U-Bike， 不过有民众反映讲，伫台北的青年公园附近，伊是找几个站，也是无车通好少，认为着要加强这脚踏车的调度。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讲，有和业者沟通，原来业者是讲，因会加强监测每一站的使用情形，提供更较完善的借车服务。真侪民众上下班、上下课拢会骑 U-Bike。台北市青年公园附近有真侪 U-Bike 站，前一阵有民众反映，伫非高峰的时段去青年公园遮行6站游玩，找无车通借。实际来到青年公园遮，附近民众表示，早起或者是假日较接借无车。太多人了，然后就车都被借走。早晨。对。假日好天气，几乎都会借不到。台北市交通局表示，针对民众讲借袂到车的情形，交通局表示会甲业者调整调度。因为业者表示讲，自去年2月开始，台北市 U-Bike 前30分钟免费，所以借车量提悬大约2到3成。因未来针对大借车站的借行车数据，调整调派人员的时间。我们要求微笑单车，针对这6个站要拟定相关的调度计划。针对它是调度能力或者是调度的货车车辆数，要持续的做增加，然后去将调度的能量涵盖到更多的站点。数据的部分是随时是需要机动性的调整，那我们这边会再更去监测这样的一个数据变化。高用量场站的话，我们会安排一些技术人员来去做这个解绑车。另外，业者也建议民众会使伫借车行车前使用 U-Bike 的 App， 通及时看到借车站的车辆数，避免去到现场无车通借，也是无违通行的状况发生。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咱台湾人爱食高丽菜，这国内目前加工用的高丽菜种的面积有800多公顷，部分的加工需求就要靠进口的。台中的农改场用10年的时间培育出唔惊高温的高丽菜新品种台中3号，吃起来脆个适合加工，而且伊佫有这抗病毒、产量高的特色，无的确未来会当做外销。高丽菜无论是用菜、煮火锅，也是加工做菜干，拢真适合。目前台湾高丽菜种的面积大约有8300公顷，菜系产量排第1，有菜王的称呼。但是大人高丽菜产量少，台中农改场用10年的时间培育出会当冻冠温的高丽菜新品种台中3号。夏天的部分，因为平地高温导致它的栽培不易，因此夏天甘蓝栽培的地方会以高冷地为主。甘蓝台中3号的部分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借由平地栽种的部分去调节夏季高冷地产能不足，其实它具有抗黄叶病的一个基因，因此它在栽种的时候它是具有抗性。
龙会长说明，目前热浪的关山高丽菜产量少，佮接出现黄叶病，加上极端气候这个原因，拢会影响农民收成，真需要培育出像台中3号这种会当抵抗环境逆境的品种。另外，气候变迁也会病虫害增加。龙会长另外一项研究成果是利用真菌的生物防治来对付这几年互农民真好听的臭青菇啊。荔枝春象它主要是危害就是荔枝园和龙眼园嘛。那我们平常呢会使用化学农药去喷洒荔枝园和龙眼园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蜜蜂采蜜。那我们就希望说呢，从生真菌的开发，然后去取代化学农药。龙会长表示，过去利用假成芳对臭青菇的防治率大约60%，效果有限。利用为真菌分离出来的淡枝菌防治，经过试验，臭青菇的死亡率超过80%。预计明年初会当技术转换给厂商，并明年底进行量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唔通看这人唔一粒仔惊鸟，其实事实上伊影响成分真悬。英国拢爱对外国进口，不过咱国内开始有人伫咧种啊。家己得家回乡的少年农民，唔那种南唔，佮再配合着社区营造实农教育活动，要改变传统的农业种植观念。确定南唔高分的程度，农民一粒一粒挽回来了后，白滚水简单浸一下，连面就当摕来食。食到的民众拢感觉气味真好，甲外口食的气味拢无同。这个伫嘉义县伫家乡买2分地的农场，内底除了种南唔以外，嘛是社区行读实农教育的场所之一。阮收的时间差不多伫2月到5月，无收的时阵呢，我会办一寡活动。阮庄仔头嘛有一寡自然小旅行，我会去做协助。嘛会做一寡食农的一寡活动。甜个好食，个有汁，真的很好吃，皮个薄。回来故乡种南唔的亲农讲，较早遮拢种高价来较济，不管是雇也是收成，拢真辛苦。即马将来长辈年岁愈来愈大，伊伫遮种南唔，互大家看，希望会当互故乡的农业环境除了有经济生产以外，嘛会当顾着生活的品质。我嘛有咧想要来学啊，而且算较新的物件啦。所以讲应该是愈来愈好。结合生态，甲这个生活，甲生产，这三边拢甲顾好吼，互咱的这个山村，莫讲因为即马少子化的关系，愈来愈稀微。那毋是营养甲经济价值拢真悬的水果，迄前国内拢需要为国外来进口。少年人登来山顶的故乡种南唔，若是要互将来传统的农业环境带来改变，嘛希望替社区找到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伫今仔日有一项台基一行动，串联府城14间台基优先店家。这一礼拜时间呢，要鼓励民众伫店内用台基点菜开讲，也会店家教这民众讲一寡台基的专有词类，要打造加工武器的优先环境。主办单位台南基本款协会希望透过这个行动来恢复武器的好光景。人客用台语咧点咖啡，嘛有老师带学生行出校外用补给咧点餐，公家不加连档。2月2日世界补给日要到啊！台南基本款协会今日头摆串联府城14间台语优先店家，发起台语日活动。亲像这间咖啡店会主动参人客开讲讲台语，用台语点餐，要打造一个浸水式的武语环境，互大家讲讲台语袂碍叫。老师带咱来遮买咖啡，就是安那开嘴讲台语。普通时你有咧讲？我的厝拢和阿公阿嬷讲台语。即马少年家主少咧讲台语，希望会当甲即个咱武器送来咱的咖啡店，较侪少年家会当较侪接受着，讲咱即马台语即个文化。台南基本法协会指出，经过调查，台南是6都内面讲台语比例上悬的城市。这回唔那咖啡店、猫鸟啊、旅馆加入，甚至连店名嘛结合台语来设计。另外，这间宠物病院，医生嘛参人客用台语咧对话。医生讲用台语看诊，颠倒互人较清楚。病院嘛特别传相关的台语词，要互大家对台语更加熟悉，嘛杀出优态，鼓励大家斗阵讲。毕竟是咱的母语嘛吼，希望讲。这个母语会当继续存在落，咱咧讲的时阵嘛，感觉做舒适啊。透过这个活动会当提升大家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希望未来嘛有愈来愈多店家会当做伙参与，希望台南市这个旧社区会当变做一个具有台湾味的这个文化古都。
协会表示，即阵嘛有寡人伫外口讲台语，感觉无自在。即摆串联店家就是要创造清澈、自然讲台语的环境。因讲未来会透过各种形式来推测，要互台语一步一步行入去大家生活中。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教育部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其中一位得奖人就是医生朱子宏。伊平常时呢会伫咧面册颁奖也用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分享上界新的医学知识，以后出册教台语办讲座，希望母语生活化，大家接讲台语。一般吼，若是要成长啊，是要发达啊，就是牵涉到遮的，就是头壳内的迄个荷尔蒙。用台语了解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伊是朱子宏医师。伊毋但是一个医师，阁是一个母语推广者。朱子宏为2022年开始经营面册母语的医学颁奖页，内底用台语、客语等等母语了解医学知识，内容拢是朱子宏找文献请教母语有字写出来的。为较古早的文献，阁找出来吼，亲像就是身体理。啊，还有一个是来外科的看护学，迄个社团啊，就是问题，啊，还有我家己有做一个台语文的智库。这个颁奖也不只有台语甲客语，阁有大过马祖话、泰雅话甲阿美话一寡母语的医学知识。朱子宏长期想学语言，到呾伊已经学过9种语言。伊自大学开始学台语，到呾已经21档。除了经营母语面册，朱子宏也捌出版册，也是办活动来推广母语。头一项是网络顶啦，吼，啊，所来是甲在地的母语团体，讲母语的讲座啊、座谈啊，吼，啊，再活动啊。朱子宏长期注心咧推广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这寡母语的文化。今年是受国立台湾大学的推荐，摕到教育部114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特别有印象是有一次在下班后，他来系办询问是否可以借用系办空间，整理医用台语课程的讲义。这摆得奖，朱子宏医师希望会当去引更较侪人，渐渐把母语带入生活中，也开始放散无正确的花青文，开始学写台文正字，望通建立更较友善的母语环境，和各种母语通代传。记者郭林玉凯新竹报道。为了要减少台湾社会对查甫同志的刻板印象，台湾同志热线协会举办展览，希望大家来了解到同志的心境，走向平权、有包容性的社会。保持笑容、充满自信跳舞的是 HIV 患者，伊甲家己号一个艺名，叫做女神自助餐，勇敢分享家己得到艾滋病过程。距离公开感染身份也已经过了7年，几乎是我刚开始尝试变装不久就出感染柜。伊讲要公开家己是艾滋患者，需要真大勇气。不过受到社会对艾滋病有真大的惊吓和污名化，伊嘛是决定要站出来。往往在一些同志相关的新闻当中留言，会发现蛮多对于 HIV 的恶意攻击。我觉得我自己的身心状态还算 OK， 对，可是我比较担心说，真的有人陷入到歧视的困境里面，他可能会不想要继续维持生命。为着要让更较侪人理解 HIV， 台湾同志热线协会举办为期2礼拜的展览，展出1998年到2029年台湾社会对 HIV 患者的态度。在早期，或是偶尔在近代，也有一些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常常会讲一些跟艾滋有关的一些蛮难听的言论。协会希望民众了解艾滋是会当透过药啊治疗，而且若有治学治疗是无传染的风险。希望透过展览来减少社会对艾滋的污名化。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即马当咧举办展览，邀请16位艺术家用18组这影像作品来探讨台湾的多元信仰安怎影响到咱的社会。文化部长李远也出席伫开幕典礼，伊希望民众来看展览，用艺术家的角度来熟悉台湾的多元信仰。这300乌白的人像相片，拢用光线做出明显的对比。呈现出来是以基督教的角度来探讨圣经内底死亡甲复活。早期欧洲很多人是文盲，
所以是透过这个可见的这些图像来重现圣经的场景。除了基督教信仰，同一个空间，还有展出关注名艺术家瓦雷斯拉白的摄影作品，用显目的色水展现西地克族的生活故事。这个国家摄影文化中心的主席甲奖项展览，邀请16位艺术家展出18组影像作品，讨论台湾多元的信仰，还有安怎互相结合。如果我们在讲台湾的宗教信仰的文化，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跟台湾本身的特质很像，它就是一直不断的能够接受外来的一个文化元素，然后融入到变成我们在地的一个特色。展览拜四举办开幕典礼，文化部长李婉也到现场，希望民众透过艺术家的视野，了解台湾的信仰文化。台湾的历史造就了台湾非常多的宗教，各种不同的文化，很多文化宗教就算是来自中国大陆来到台湾，也落地生根，也有改变。台湾因为地理位置、历史演变，真侪多元化的社会，来自全世界无同款的宗教，到台湾也拢成长出各款多元面貌。策展人希望观众除了在展览当中了解多元信仰以外，也透过信仰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5度到1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